揀出咗頭3樣，最多3樣啫，唔好貪多。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翻到嚟胡思亂想發回人生，好開心呢。今集可算係胡思亂想發回人生嘅2週年，亦都適逢係2025年嘅最後一集。好多人我哋都熟悉，每年喺年中嘅時候，我哋喺電視上高都會睇到好多個所謂咩10大嘅回顧啊咁樣，我都會覺得趁住呢個時間，好好去回顧翻我哋2025年有啲乜嘢係令到我哋開心啦，有啲乜嘢係令到我哋有成長有進步嘅地方啦，我哋都可以一一嘅將佢列翻出嚟，然後去欣賞下，去肯定下自己嘅進步啊，甚至可以為到自己嘅成長去加以肯定啦，同埋為自己去做翻一啲嘅少少嘅慶祝。以至於話令到我哋唔開心嘅，或者我哋做得唔好嘅事，如果你淨係揾翻出嚟嘅時候，呢個就冇乜必要性。除非我哋揾翻咗出嚟，有啲乜嘢做得唔好嘅地方，你去重新去想像思考一下。如果你再遇到類似嘅情況嘅時候，你會有啲乜嘢更好嘅處理方法呢？你想像一下自己會點樣去喺呢啲事情裏邊點樣重新用一個更理想嘅方法或者説話嚟到應對呢啲場面，而唔係只係責怪或者後悔過去做得唔好嘅，因為呢個係冇意思，已經過去咗。甚至我哋相信就係喺當時你嘅認知、你嘅知識、你嘅智慧上高已經係做得最好㗎啦。而家點解你會覺得做得唔好？係因為你已經成長咗，你已經比過去嘅時間更加聰明咗，所以你先至睇到嗰個缺點所在。呢一點其實你都係值得去讚下你自己。除咗回顧過去之外，其實我哋都可以展望下將來。喺2026年，你不妨靜落嚟沉澱一下，諗下喺未來一年你會有啲乜嘢係想做，或者有啲乜嘢你想更加進步嘅地方，然後將佢一一咁寫出嚟。然後將呢啲事情按住你最想做嘅事情去排列一下嗰個優先嘅次序，揀出咗頭3樣，最多3樣啫，唔好貪多。如果你話你做1樣就已經可以堅持1年嘅話，更加好。你就將呢3樣諗下喺未來1年裏邊，你點樣安排你嘅時間，每一日都撥出一啲時間去從事呢一件事或者3件事嘅相關嘅事情。以至你喺2026年裏邊，呢啲可以任何你想要做嘅事情，譬如話你係想去學畫畫，你想學唱歌，或者學一樣樂器，甚至係你想學一門外語都好，你就畫出嚟呢個神聖嘅時間，每天去從事15分鐘或者係1個小時，就係專注喺你所選擇嘅嗰項事情嘅相關活動，可能係練習啦，睇一啲相關嘅資料啊、書籍等等呢一啲，你會發覺如果你能夠堅持咗成年，嗱當然如果當中有啲事情可能會係1日2日你係冇從事到，呢個唔緊要，只要你堅持咁繼續做落去就可以。你會發現呢，當你真係咁樣去度過整年時間，每天都為你所選擇咗嘅事情去投入一啲心機、時間、功夫嘅時候，我相信你喺2026年嘅年中，你會讓自己覺得係有好大嘅收穫同進步。我舉個例子啊，我諗你哋而家對電腦輸入嘅方法都好純熟，係咪？嗱，我自己喺中文輸入上高咧，我就會用倉頡。咁我初用電腦嘅時候咧，其實中文輸入嘅方法咧，就只係倉頡或者係叫做快速輸入。但係快速輸入咧，都係 based on倉頡嘅輸入法而簡化咗。我當時學習呢個輸入法嘅時候，我就係每一日都係用15分鐘嘅時間嚟到玩一個叫做快樂樂學倉頡嘅一個軟件啊，15分鐘。咁我堅持每日都抽15分鐘嚟去練習。喺3-4個月之後咧，我已經可以好流暢咁樣去運用呢個輸入碼嚟到去輸入中文。聽落去好似好簡單咁，但係原來咧嗰個挑戰性就係在於你每日能唔能夠真係堅持住去投入呢個時間。
攞出呢個時間嚟到去為咗你去設定呢個目標嚟到去付出。所以如果有啲朋友話，我想學一門外語啊，而冇時間啊，咁其實需記住嘅時間其實唔係好多，而重點嘅係我哋能唔能夠每日去堅持揾出一啲時間，哪怕係15分鐘，你會發覺當你持續咁做嘅時候，你一定會得到一個驚人嘅成績。就好似李小龍所講，佢話我唔怕一個精通1萬種踢法嘅人，反而係害怕一個只係將一門嘅踢法練習咗1萬次。所以專精喺一點嘅時候，嗰個威力係好重要。唔知你喺2026年你會專精喺邊一方面呢？我預祝大家喺2026年有一個美滿嘅成績，獲得一個開心快樂嘅人生。今日就講到呢一度。如果你中意今集嘅內容嘅話，請你喺下底按讚、訂閱、留言、分享，同埋撳埋隔離嘅鐘仔，咁有新片嘅時候就可以第一時間通知到你。我哋下集再見，拜拜。